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珠海樓市通成成。近排好多朋友咧問我就係話，有冇啲全新裝修可以做拎包入住，從未住過人100萬嘅預算可以買4房嘅？嗱，今日我特意揾咗一套房同大家嚟去分享一下嚇。我哋呢個小區嘅話咧就喺優越城隔離嘅啫。我哋呢度叫做裕城金灣，134方嘅4間房，南北通雙陽台，2個衛生間嚇。位置係非常之唔錯嘅。第二點就係出行方面同埋配套下。嗱，我哋先講配套啊，10到15分鐘可以到山姆會員店啦、環宇城啦，以及華發商都啲大型嘅 supermall 下買嘢購物非常之便利嘅。咁就係第二點，我哋出行方面嘅啦。出行嘅話，從我哋呢一度去到廣州口岸以及拱北口岸係為到20到25分鐘嘅時間嘅啫，亦都 OK 嘅喎。呢一度嘅話，翻到個香港亦都非常之方便，我哋1個鐘嚟50分鐘嘅啫，可以到荃灣、太子以及筷子基呢啲地方下，尖沙咀嘅地方都可以嘅啫，1個鐘嚟50分鐘，方便得不得了嚇。咁再講翻我哋呢套房嘅情況啦。嗱，134平方4間房，所見即所得，拎包就入住，全屋可以講得上係豪裝嘅配置嚟嘅。整體嘅呢套房係裝修有成40幾萬，實地睇會比鏡頭所睇會更加之靚。嗱，同你詳細介紹呢套房情況下，134方嘅4間房，入戶位呢一邊嘅話就係一個玄關位啦。呢邊有個大門啦。呢個咧就全部交付標準嚟㗎啦。裝甲門、指紋、密碼鎖呢啲全部係有㗎嚇。咁入到嚟就一個玄關個位置。呢度一個玄關位非常之通透。本身一個入戶花園，佢就打通封咗窗。咁望翻出嚟呢個內園就係一個泳池㗎啦。我哋呢一度嘅話就係有恆溫泳池同埋室外嘅泳池，總共有3個㗎嚇。呢個小區配置非常之好嘅。全部係做晒呢啲咁樣嘅，就係斷橋鋁嘅呢啲包倉，質感非常之 OK， 你完全唔需要擔心就係颱風嘅呢啲問題㗎啦。再到我哋呢一個櫃咧，鞋櫃係屬於下邊嘅一整排鞋櫃、儲物櫃，包括呢啲咁樣佈置非常之好，質感你可以自己過嚟測量一下，我認為係非常之 OK 嘅。上邊係石頭呢啲咧就係面板，上邊就全部係咁樣嘅。因為畢竟你住家你擺嘢嘅話係肯定多嘅，係咪啊？咁入到嚟我哋再睇翻大廳嘅位置啦。大廳佢會分為就係梳化呢個背景板佢包咗邊嘅啦。如果你坐喺度，你瞓喺度，你揩會驚刮花嘛。咁我哋呢度包晒邊，你根本就唔怕刮花。你稍稍用布一抹咁就 OK 嘅啦。而且質感可以非常之 OK， 係咪啊？一般佢豪宅先會咁裝嘅啫。第二點就係呢啲咁嘅梳化。咁坐喺度非常之享受啊，係咪啊？喺呢個位置咁樣去坐，望翻過嚟呢邊係咪100寸嘅電視，或者一個叫做投影嘅啲布喺度，咪亦都 OK 嘅咯，係嘛？佢依家目前做咗個定製嘅一個電視櫃嘅100寸嘅呢個位置預留俾你，你後邊裝就可以嘅啦。再到下面就一個電視櫃咁樣面板，而且佢就隱藏式嘅喺呢個位置，咁喺度裝呢啲咁樣嘅排插 OK 咯，係咪啊？隱藏式。佢整體嘅話就係花咗設計費，使到成1萬蚊一個設計費。咁再到我哋呢度位置就係陽台，本身陽台嚟嘅。望翻內園啦，因為就係諗到我哋有啲朋友佢係唔需要陽台，因為依家目前流行全部風窗通透啊嘛，包咗佢咁樣去睇，整套房會更加之大。南北通雙陽台嘅，係咪啊？無論呢套房你係買嚟度假、自己住，係咪啊？都 OK 嘅。咁睇完呢個就係大廳，再睇翻我哋呢個就係餐廳位。餐廳呢一邊嘅話就係可以睇下呢個咁樣嘅餐台，咁樣嘅搭配。其實呢套房無論從硬裝又好、軟裝都好都 OK 嘅。或者呢種嘅餐台非常之有一個質感，係咪高貴？係咪？再加埋兩邊嘅啲咁樣嘅就係護床板包咗喺呢度，咁就係隔離呢一邊嘅就係冰箱嘅呢啲咁嘅餐邊櫃，咁樣嘅搭配。即係你自己過嚟睇下，你就會諗到呢套房先會到100零萬啊！可能你喺香港嘅話，一個廁所位，即係咯，可能一個廁所位就可以買得到我哋呢套房，就100零萬，同埋全屋係屬於係無主燈配嘅，咗一個風管機呢個位置嚟嘅，非常之好啊！如果你係想就係慳時慳力，預算控制100零萬，呢套房可以大膽過嚟睇下佢，而且生活方便到不得了。呢個小區佢嘅樓齡唔會太耐，都係為咗係8、9年咁上下嘅啫。次新嘅小區
嗱，因為佢冇留陽台咧，因為南北通雙陽台嘛，嗰邊一個大廳個陽台，然之後餐廳呢邊一個陽台，佢全部封閉晒。咁我配咗兩台洗衣機俾你，烘乾同埋洗衣一體嘅嚇，唔係一體分開嘅，係嘛？你洗就洗，乾就乾。咁喺你洗完之後，你揈兩下，咁你就可以掛喺呢個位置，咁就可以作噶啦，係嘛？咁呢個佢已經幫你諗好晒㗎啦，同埋一個洗手盆個位置諗埋俾你。乾手淨過你就係簡單嚟嘅，可能就係攞塊布你抹一抹表面上邊嘅塵，咁就可以入住嘅。嗱，呢啲咁嘅儲物嘅地方，放一啲咁樣嘅洗衣液啊、洗衣粉啊，係咪啊？嗰啲地方咪啱咯。咁移步過嚟呢邊，咁就係廚房。可能整套房，我個人認為咧就係美中不足地方就係廚房會相對細咗些少嚇，因為佢呢度嘅就係比較細，特別係呢個咁樣嘅爐頭煙機呢個地方，啱一個人嘅位，啱一個人嘅位，同埋我個人咧就比較高嘅，呢度咗比較低。如果呢度咧佢就係換翻個就係嗰個叫做斜角咁樣去吸。咁樣吸會比較好啲，咁佢呢個咧就會矮咗些少，但係都 OK 啦，係咪啊？睇下你自己去點樣感受，你後邊換都得嘅。咁再加埋呢邊嘅一個叫做櫥櫃嘅呢啲地方，嗱，儲物嘅空間足夠大，足夠大。呢啲咁樣嘅叫做消毒碗櫃，全部配晒㗎啦。後邊可能你就係仲要配一個叫做淨水器，因為佢呢度冇配淨水器俾到你嘅，後邊自己裝就得㗎啦嚇。咁就係再睇翻下啦，整體嚟計，餐廳、大廳呢個嘅質感 OK 嘛？咁要睇完我哋呢個大廳、餐廳呢啲位置，再入嚟我哋休息區嘅呢個地方啦。4間房，2個衞生間。咁呢啲床身嘅話，佢全部係一個面板嚟㗎嚇。呢個係啡色啦，係咪啊？呢個係米白色，可能通過鏡睇唔清楚。呢個係板嚟嘅，貼上去㗎嚇。咁呢啲就一抹就 OK 㗎啦。不過呢啲全部一樣㗎嚇。咁先睇我哋呢個細房啦。細房呢一邊嘅話都係配咗一張1.6米嘅床啦。嗱，咁佢呢啲櫃全部都有㗎啦。不過佢呢度有個小嘅一個小書台嘅位置啦。嗱，床頭櫃咁樣嘅呢啲櫃，佢全部做嘅話都係一個掛嘅掛式比較好啲。同埋呢個咧，你知唔知佢點樣拉條咁嘅線喺度啊？因為佢個板會長，佢貼條線喺度咧就防止變形㗎嚇。一個櫃門呢個位置。嗱，咁樣嘅情況 OK 嘅，呢啲落邊嘅一樣係做掛嘅，呢啲咧就係掛衫嘅嚇，上邊咧可能就係褲啊或者大件啲嗰啲衫，係咪啊？咁再入翻我哋呢邊，佢每間房全部做晒櫃㗎啦，你基本上你唔需要去諗太多嘢就得㗎啦。呢個櫃就比較誇張少少，就係通頂嘅櫃啦，可以睇得到嚇，非常之可以啦，同隔離嗰間房係大同小異，包括呢啲咁樣嘅。門都係一樣嘅，好有質感，係咪啊？嗱，咁出到嚟我哋呢邊，再睇下呢個衛生間。其實衛生間咧，我覺得就係按照自己住間嚟計咧，就係呢啲衛生間已經係足夠噶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就係烘乾嘅一個功能嘅嚇，跟住咧就係再打一個燈嘅，你照鏡咁就會更有顏值少少，係咪？嗱，咁包括呢啲咁樣嘅面板啦，落邊嘅嗱呢啲裝嘢嘅都 OK 嘅。嗱，呢個馬桶啦。冇插電係智能馬桶嚟嘅，咁就再加埋我哋呢個淋浴區咁樣嘅位置，好百搭型啦，同埋呢個都係嘅磨砂嘅一個門啦，係咪啊？好有質感。再睇埋呢間細房，呢間房咧就係4間房入邊係最細嘅，做咗嘅定制嘅櫃啦，咁啊櫃一個床咧80米，咁佢就亦都可以儲物到落邊喎。其實我哋喺香港嘅一啲朋友係咪好中意做啲櫃㗎嘛？你要嚟放嘢咪都啱晒咯，係咪啊？如果你喺香港嚟計呢啲咁樣，你普遍做一裝咁樣，你使唔使為到7-8千蚊啊？要吧？呢啲都係貴啲㗎，全部都係貴嚟嘅。咁睇完呢度，再睇下我哋呢個主人房。主人房就係首先就係一大排嘅衣櫃啦。嗱，即係佢嘅顏色我係非常之中意㗎嚇，佢比較全面咯，又百搭咯嗱。因為你本身你住得130幾4房嘅。如果你放嘅多，你冇咁多櫃，你擺唔到噶嘛，係咪？因為呢個位置本身呢個位置都係陽台推咗出嚟，做咗個風窗。哎呀，咁呢個位置咁你坐一坐，望望呢出邊嘅遠景，幾 OK 㗎，係咪啊？呢個位置嗱，呢張就係2米嘅床啦。呢個位置咧仲有櫃嚟嘅喎，係啊，全部都櫃。
呢個就係衞生間啦。呢個衞生間咧就係冇一個倉，主人房衞生間就冇倉嚇，呢個就係一個美中不足嘅缺點。仲有啲位置，電動嘅馬桶，嗱就係咁樣情況咯。嗱咁如果係話你對我哋呢套100零萬嘅4房嚇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隨咁聯繫我嚇，我係珠海樓市通，做你身邊靠譜嘅樓市向導。下一期再見。